欢喜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台中市立委的选战。上届激烈的第3选区是国民党的杨庆英甲无党籍的翁子荣的对决。两个人最后的拼场，杨庆英是到公庙拜票，较汤予民众啉，展现伊的亲切好人缘。那翁子荣是邀请到这个选区的艺人鸡排妹郑家纯来甲徛台。这个鸡排妹真有人气，真侪人相济要甲伊翕相。 都民众滚生笑，讲掠准是这鸡排妹要甲人选的。动算，拜托！无党籍立委候选人翁子荣甲艺人鸡排妹郑家纯到潭子胜利夜市啊拜票。老板，谢谢。郑家纯笑容真甜，吸引真侪支持者，也有头家抓到这个机会，赶紧甲伊翕相。翁子荣则是候选人，互人争去镜头外。 伫定点甲民众翕相时，两人好热情的民众包围条咧，真侪人手机啊镜头拢对准鸡排妹。这次大选是第1次来和慈庸委员一起扫街，也是第1次帮郑政委站台。郑家纯是潭子人，登去替翁子荣徛台，想要到人气才好。过两天搁加场，甲翁子荣的车队扫街。选情伫冲刺，也有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杨庆英，伊透早就到当地公庙。 杨庆英人气嘛真悬，这太太收钱要甲伊翕相，伊阁亲身卡这汤互大家啉，表现亲切感。杨庆英顶一届挑战6连霸，输予翁子荣，这摆辞掉副市长，阁参选，想要抢回台中第3选区的立委席处。翁子荣嘛是用尽全力的应战，想要保住立委的宝座，阁请咧鸡排妹来徛台拼人气，两人到选情的最后时刻，拢唔敢放松。